为了改善空气品质，台南市府不管是营建工地变革、汽机车定期检查维修，拢积极推动减少固定也是移动的污染。这项措施当中，量力清空计划推动到达已经有10档。根据统计，那天二数比例为109年开始突破8成，今年更是创下超过91%的纪录。工商业的发展，因为整个这个社区或者说整个地球环境的改变，所以污染越来越多。因此呢，我们在我们自己所本身的工作范围内，甚至于我们站在城市的发展的范围内，我们一定要维护这个好的空气品质。那维护好的空气品质，当然就有很多的方方面面。台南市空气品质维护指导单位分为营建工地、柴油车、机车定检站、空品净化区。市内空气品质优良场所、公告场所以及非公告场所等6大类，总共有38个单位得奖。那我们发现，我们台南其实有很多工地的表现，还有这个电动机车的服务上非常就是成效非常卓著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对于这几个比较优良的厂商给予一些奖励。那当然这个也包括民间也有政府的单位啊。像工地的话也有学校的单位，所以这个都很难得啊，所以对我们台南空气品质改善有非常显著的提升。各单位拢是经过专家学者评比以及辅导，在业务范围内对空气品质的维护有着较大的贡献。台南市环保局感谢各单位对改善空气品质的付出，期盼会当继续合作努力，让市民更加好的空气品质。台南新闻出海陈宏报道。